一天到晚只想游玩，不晓得读书。老爷不知为你请过多少教师先生，你说哪一个教师先生见你发头痛的？今朝老爷呀又请来了一个教师先生啊，马上去到。真的呀？各位教师先生可怜啦！看你这个小淘气呀，为官真淘气！我是小淘气啊！好，那你是老淘气？老员工，这两年小姐身体又不好嘞。老爷要你采些养生开胃的药草。有个，想给你采我去。好呀。一定是教师先生来着。你来了一股小淘气呀！我以为是教师先生来着。奶奶来了嘛，香薰姐姐。亲奶奶来了啊！香薰姐姐，我家小姐来了。王小姐来了。小姐身子好些了没有？我家小姐呀，这两年身体又不好嘞。怎么？几日不见，她又病倒了？还不是为了这倒霉的亲子，该死的身家，上日了头来才请，我家小姐一起嘛又病倒了呀。香薰姐姐，何不讲讲老爷将这对亲子退掉呢？是退不他的啦。那人家是有财有势，得门亲事嘛，哪个推得他啦？哼，怕他些什么？明早啊，苏清江家小姐领陪人家，看他怎么样？彩云啊，先生，请拿，请拿。这位是老爷新请来的教师先生啊！是教师先生啊！哎呀，师傅实在多有毛吧，望不见怪，望不见怪呀！先生，可曾得痛啊？还好。那么，请到后堂，我家老爷呀，正在恭贺你这位家师先生呢。哎呀，
啊，我不是来叫死的呀。啊，那是你家老爷同我尊亲襄阳名士张继华前来交托。哦，真乃张先生不肯从命，故而我今日得来面告你家老爷的呀。那他，他哟。院中古传，好一派精神也。满园春色不胜收，我真是花开见女。
上去吧，小军，不要拦我，你就让我出去走一走吧，同玉珍妹妹一起看看这盛开的梅花。哎呀，小姐，你看，我说这里风太大，你的身子受不是呀？不要紧，哎呀，小姐，弟弟，你还是回房歇歇去吧，还是回房去吧。这莲子梅花为何从天降？这次不好，你还是下来去寻那子上来。小生在此，小生在此啊！又是这光生，这光生是在员外开幕的，17年长在员内对关系，小生闹。切，你这书生竟然藏到这里来！小娘子是小生冒昧，小生冒昧。
小娘子，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呀？一枝梅花是我家小姐实在掉下来的。掉下来的？哎，这哪里是掉下来的？分明是他曾经我的呀！相公既然知道，这个早点还我。哦，小娘子，小生是有诚到此，偶尔才此当了客人。这话不偏不倚，偏偏当在小生额上。这话既是你家小姐的适当奉上，不过把老小娘子传言一声，就是襄阳张继华，我是有压到此的呀。哎，小娘子，你要小心才是啊！小的。红梅错采熬成开此时鸟人情杂来草断面在问，暗香飞送梦惊回。粉墙之下，如果书生在旁客人，这花楼下不偏不斜，刚刚等在他的额上，好不通意。他说他叫张继华，谁要你接他的话嘞？我不要啊！哎呀，他们在这干些什么呀？喂，我家小姐不要了。啊，哎。抛下针，莲子梅花深有意，恰为我披肩一面归须忙。哎呀，小姐呀，你可知小生芳美更添看，真叫人独人思念相杀穷。将
美起来，真是天上地下了。哎，相公啊，你回去吧，我家小姐与你呀，今生今世是无缘在，回去吧。哎，回去啊，回去吧。向我连连招手，莫非是叫我上去？哎呀，这么高的墙，叫我似乎爬得上去哟！哎呀，竟是小姐下楼叫我开门来了，竟是小姐下楼叫我开门来了啊！我家头个年纪玩笑啊！沙老先生不必问送我，不必问送，先生请，先生请啊！夏牛兄，吉娃兄，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夏牛兄，你也怎么到这里来了啊？来，快来接过西山隐士曹老先生。no， 这位就是襄阳名士张继华，曹老先生。哦，久仰，今日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哪里？哎，这是小犬没有曹花，不能得先生这位啊！曹老先生稍待。夏牛兄，这位曹老先生，莫非是这里红楼的子臣？对啊，他家里有一位小相公，名叫美儿啊。哎呀，还有一位呢？还有一位小姐，名叫曹玉英。曹玉英，好，夏牛兄，我事情已经决定在这里交收了啊！你不是叫我为着曹老先生的吗？你说什么？哎呀，你不是叫我为着曹老先生的吗？呀！曹老先生死亡终身，教导琳琅之事，万生当清流为之啊！哦，那太好了！替老夫这一王道之人，配叫来迎接先生到此，应百世之礼，应百世之礼哟！曹老先生，不必客气，万生明日就到，明日就到呀！小女有病将才昏，我悔恨于心，心难成。平生尘。
彩云，到此何事？回禀老爷，奉了我家小妾之命，前来讨玉英小姐病体。那这是她亲手做的点心。唉，病死愈发沉重了。哎，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妹儿，弟弟，你为何不在书房读书，跑到这里来了？弟弟，我是天天到这里来的。到此这城啊？等张先生啊？等张先生。弟弟倒是不相信，你也在这里等着。张先生啊，一定会来的。哦，事让理想，张先生比我还待不下去呢。哦，张先生乃是当今才子，世人不管拘束呀。弟弟，他那天在这相局边上，梦生不想，醒来醒去，好像了他什么东西一样。落他什么？哎，弟弟，他在找什么呀？你小儿子哪里晓得张先生他是在寻思呀？寻思。嘿，那这事是在什么地方呀？哎呀，天上地下无处不知啊！天上地下啊，有大许多事啊。那他怎么会找不到你？哎，好了好了好了，妹儿啊，张先生乃是当今明日风在甚好，为吾特地亲来喜悦，如此良事，你可要好好读书，莫再顽皮了啊！这个先生啊，我是喜欢的。哦，喜欢就好，喜欢就好。老爷，老爷，放在身家妹儿玩耍去吧。老爷，方才陈家又送来书信，要你马上去面谈小姐的婚期。唉，女儿平成这样晚来催婚，真是岂有此理！老爷，老爷。老员工，哎，小姐叫你上来问话。哦，哎呀，快点上来呀！哎，来在。
为臣意他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到是今啊满是花儿已结果，为什么人儿恰是不应中？莫不是堂上老官家女，身旁侍女尽跟踪，莫不是赶上功名团圆，情兰桂生疏花绿空，莫不是客观相思平莫传，难测水望路交拥。哎呀，小姐呀，你不该负心无心负阴心，是小心啊，不得红绿望眼欲穿，东你西猜，早是莫相愁吧。张先生，妹儿，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张先生，你老是在这里转来转去的，做什么呀？我在观赏着园中景色，观赏着园中景色呀。不对，万当我不晓得，我老早就晓得嘞。哎呀，小孩子不懂事，要是讲了出去，哪还了得？妹儿啊，你晓得什么？你怎么会晓得的？哦，你让我怎么会晓得的呀？是啊，是我爹爹讲的。你爹爹讲些什么呀？他说你是谁？这个什么？姓施呀？姓施？哦，对，我是在姓施才姓施啊。张先生，姓施有艱难啊！我看你呀，一会儿看天，一会儿对地，不是摇头就是叹气，把人啊都忙死嘞。哦，我晓得了。你晓得什么啊？流行的事啊，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那就在我弟弟的楼上。张先生，我带你到我弟弟楼上寻思好吗？妹，来，我来问你，你今
让人死吗？我弟弟让人死的。你的怎么死啊？是不是这样的事？红梅处在敖城开，此事牛人亲自来。不对。草断花上面正文，暗香飞送孟京伟。好像是这就是，好像是有个梦似的，是有个梦似的呀。张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讲给我听好不好？妹儿，你呀，你年纪还小嘞啊，玩笑啊！哦，大概明年就可以了。哎，妹儿，你姐姐是不是叫曹六玉？你怎么会知道的？我是猜的呀，猜的呀，猜的呀。哦，怪不得我对你说你是当今的才子，连名字啊猜得出来。妹儿，来啊！妹儿，你姐姐今日在楼上做些什么呀？我姐姐她呀，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又是唉声叹气，又是眼里鼻涕。她呀生病了。她生的是什么病呀？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为了什么婚姻之事。什么？是为了婚姻之事。张先生，先生临死谁出毛病来的？鼓掌为我相思成病了。我爱情深，翻来情，满心思绪，才难逃，害得你失去心思百财，你一杀金钱去为藏，害得你一手千金反复年，非情忘财苦也长。小姐呀，怕的是你相思真爱，少伢子愁的是儿女私情口难张，恨不能你借兵做花间里乘风飞，到你张开旁，好把我心底娃儿万种情，圆圆本本强强细细从头至尾，一时不来送葬小娘子，你怎么不认生我了啊？卖花。哎呀，这一下可真的来了。
不免采取机子，把老小娘子带去送与小姐才是。小娘子，我是竟在这里教书了啊！你成了这里的教书先生了，你怎么样？嫌犯之事都是我的不是啊！你有什么不是？把老小娘子传言一声，就是叫小姐不要为我孤人忧虑。哎呀，你这是些什么呀？请问小姐身体有些微呀，想必是为小生而起的哟。哎呀，我家小姐哪有什么病嘞？你是什么？我家小姐没病啊。是的嘞，你家小姐无病？恭喜小姐牛体康泰！哎呀，小生无听失言，心不见则心不见则。哎呀，我家小姐呀，你听到她在火冒三丈，她还在高兴你。哎呀，小娘子，你来看，这是让妹子一说，不免采取机子，万老小娘子待遇小姐才是啊！好，那我就昂着头皮再帮你送一次啊！哎呀，是多谢小娘子，你来看啊！与小姐生爱他出家与他传，亲本色不变，送与小姐表诚心，须真妹子谁传为让帅丽的味道啊，比他强。老员工，你匆匆忙忙往哪里去呀？哎呀，张先生呐，我家小姐病情加重了。哎呀，我要先去请个医生。老员工，你家有几位小姐呀？哎呀，这只一位病屋的呀，叫何芳名？叫邵月姨。曹月姨。医生。老员工啊，你家小姐孤身有病？是啊。大体我这不慌吗？哎呀，张先生呐，我家小姐病情深重，
只怕要啥不要了，小姐。哎呀，方才小娘子也罢，小姐无病，老员公上，小姐贫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哦，定是小姐怕小生知道了，要为他担心，故而相谋。哎呀，小姐呀，小姐，这都是小生害了娘，可怜你明明实实到今朝，张金大贫穷谁怎么？不他高苍天前程白呀，再望菩萨去教。相公啊，就请岂可儿戏？你这位师傅哪里知道我那有什么？牛王大帝呀！哎呀，我这里只有观音菩萨，哪里来的牛王大帝哟？我那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菩萨救命啊！看这位相公心到难成我。相公啊，侬急不要急，侬啊再救一趟，不管侬这一切，定是上大吉。当真，过错，那。相公，看啊！哎呀，看啊！
门文化不易，你恰是马上变脸不高兴。这一位先生姊妹多诚心，你是花老三张常外人。哎呀，小姐呀，你不许死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们回去吧。翠玉妹妹，小姐姐姐，晚好晚好，你们往哪儿走啊？啊，王小姐，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刚才听老爷说，晚上牛英小姐临终嘱咐，你就答应老爷做她的国王女儿吧。这要是王小姐愿意的话，明日就搬到红楼来死。老爷让我家小姐做国王女儿，明日就搬到红楼来死。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回去收拾收拾。翠玉，你看这丫头这样一来呀，我们大家都有个照应了。小姐临终身作高，自随老爷年岁高，从今要欣赏你小姐来照料。我离开的今孝道，劝慰长辈莫伤人，人婚早了不是老，只怕是恩不同于我可记伤心女被断肠老。小姐，你自己也要多加保重身体才是。哟，天涯嘞！啊，我去水上等来，带你回去收拾收拾。啊，相聚。上上。蓦地相遇翠园，
为错把此生当，那生夜里难心也烦，可怜他多情反悔无情恼，我要知情意。为何走出西园？哎呀，不好！向西园外面是荒郊僻野，小姐是个女流之辈，要是路上遇到了意外，那可怎么得了啊？这！哦，带我关上前去，关上前去啊！老员工，这是什么呀？张先生，我家小姐不依，不是老员工，你家哪里有几位小姐呀？哎呀，只有一位嘛。叫回方面，叫少若依。我不是在做梦啊！哎呀，我不是在做梦，我是在做梦，你在负得子喽，小姐，我是在做梦，小姐呀，老员工。小姐，哎呀，既然小姐已死，那么实在才赐予我讲话的他是何人啊？方才他临别一役，一言难尽，又是何意呀？哎呀，不好！小姐堂他本出狱，为何不让红驴前往西园外面去了？哦！哎呀，为什么病人原不会好得这样快的吗？怪不得他是喜是悲，谁
杀气杀力，足足盖盖，度度算算，借他身旁的那个小娘子见我，也是匆匆而来，飘飘而去。我的小姐，他的访问，他的先来与我告别，是经他外到阴曹皮肤去了，上天心内事，不堪道教，只觉得天地荒。谁啊？小牛兄，是季娃兄啊！小牛兄，小姐死了啊！你是什么？小姐死了！你是什么啊？实在小姐访问，他的先来与我告别，是经他外到阴曹地府去了。怪不得放在黄门野草之间，阴风绰绰，我的被吹灭了啊！哎呀，季娃兄，不必害怕，有小弟在此保护经济，保护经济。小姐也是，我真是痛破腰伤了。季娃兄，我看这个地方你再也死不得了，还是死到小弟家里去吧。哈，来，小姐，哎呀，侬不要哭再哭起，我也不能哭得爱骂淋淋在。哎，来。谁要你接他的话嘞？我不要。
生。哎，姐姐是真的，好多天不见张先生，他怎样生了一场大病呀？哎呀，这几天他不知把事情怎么成什么样子了。哎，这个我倒是晓得的，面貌正，面孔黄，唉声叹气，泪汪汪，这怕是这人物上性命交关，我不上。姐姐，姐姐，哎呀，姐姐，哎呀，姐姐和张先生一样，心出毛病来着。啊，张先生，我要叫我做事啊！哎呀，可多命的事，给我打，给我打，给我打！哎呀，给我打，给我打！女儿罢了。嗯，女儿，你们又在做些什么啊？没什么，没什么。彩云，快去替老爷倒杯茶来。女儿，这些天你又在做事娃娃了？哎呀，老爷，做什么？老爷，请用茶。哎，放下，放下。哦，我要他知道我的女儿不但羽毛，而且还有才哟。弟弟夜晚上来，不知有何寻教。这，哎，女儿啊！那曾将听那女儿曾修为，千人的情来谁美？说什么弟弟去世没太讲，来一个环境再错，强有去。
无足地位，姐姐他无需陈家英横事，岂能将你再错配平，将一死葬西园，事事不加责无来。小姐，我是你李书院子里门妇马家伟，丫鬟杜贼。有罪儿啊！你切莫交际学金光，天大的事情与父担当，你再非为父亲生女，恰是亲生一婆娘。你姐姐终身陪我父，我岂肯再将女儿丢你看？这婚姻是为母子女相配，亲家里离开一个，才比自己貌似破的是一郎。有这样先生早教训，去找下我心上凉。你的话中上呀你，有对无比的彩你，莫非他怕我结婚走前路，我来这临开场是万军旗，一旦增加花轿到我肉真卡子也难听。倒不是帮鸟问君，本小姐，我看老爷是偏偏你的，千万不能上当啊！这领配谁了？分明是要你晚下心来，不去行事灭我。这怕到时啊，那人家花轿临门，举不得你小姐做主了。那么以你之见你小姐，侬喊嘛不用喊，慌嘛不用慌。彩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今夜到书房去找张相公，
你就对他说：“我嫁给你。”哎呀，这个，哎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小姐今夜不去是吧？张相公明早举罪，岂不是吃空了谁心？我就说你，哎呀，小姐，多少眉毛去要找，今夜不去也是啊，这是到明天何用怕？要是被人伤见你，这不要紧。小姐进了是吧？我先在门外快望，要是余生来了，我先有毛叫喵。小姐。来宁此你呀，吃不了我咋把
得小将你掉，我只盼夫唱妇在心山后啊，恰不了鸟云相小张黄江，你那里山草谷中布满草，访问一缕随风飘，我这里面对林外唱通团我谁碰见一句好来不是结花不在了一度思量一段长明月三更沉梦听他过得这样伤心，就连天上生儿也要伤心，我爱你在。唉，小姐啊小姐，你怎知这世上我有这样一个人，是想念着你小姐我听窗外一声叫，小姐的访问啊！哦，莫非是宇文言？
小姐的丫鬟相聚。哎，不是的，张先生，你问神多吗？世人见过，这是一时记不起来了啊！哎呀，张先生，你真是贵人多方事，可记得光背叮当，大脸早生的，你到底是谁呀？少小姐的丫鬟湘君啊！她果真是曹小姐身边的丫鬟湘君。哎，哎呀，小娘子啊，你要苦来许下小生哦！哎呀，张先生，你真糊涂！哼，我清楚得很。我清楚嘞。你果真是曹小姐的丫鬟湘君。好，那我来问你，这枝梅花是从哪里来的呀？这枝梅花吗？是你那上在园里做的呀？哎呀，这就不得了啊！不对在哪里呀？他要是真的是曹小姐的丫鬟，他就知道了啊！红梅出在我曾看，此时女人情杂来，草断花生，面在香飞送梦惊为。哎呀，可真是小姐访问来了，可真是小姐访问来了
小生必能写是千美品，还小姐遗恨中天我会藏。常言道，亡羊补牢必算子，死在人为上一方。小姐呀，天眼目睛擦鸳鸯，小生很少为称啊方，眼看着今世姻缘一希望，我与你只待来生从今来梦再上人恩宽，说心事人心多变求云多，甜言蜜语蜜天花。小姐，我的你望天长，生命是先生哦，不瞒月老岂有事，牛女早已图恰巧，老夫早知此事嘛，何必再把下牛找我？赵老先生，请进内边啊，张先生，请啊，请。清楚啊，清楚。赵老先生尚未歇息，老夫有事要与先生商议呀。老先生请讲。未知先生可曾婚配呀？这尚未婚配。那老夫替你做过媒事哦。承蒙老先生好意，加上偏有天下，志在四方，这婚姻之事嘛，请勿操心。哎呀，这也怪他不得，他正是我弟弟，就是方才的那个。给我慢慢定名于他。啊，张先生，这门亲事不错，我看你万事得应了吧？老先生，万生灵
今时这婚姻之事嘛，不假操心。哦，先生的心事，老夫也了有所盼。先生，老夫30年了，恰平不遇着，这成平事态嘛，也越来得多了。对于这些事，老夫不大理会，不大理会。哦，属下。老先生宽仁大度，不假之责，万生实是枉愧。不过什么？不过万生初到武林，路径不熟，那是路过正院，得与你家小姐他求讲什么？他就讲这次梅花相赠于我啊！我了想嘛，也不是轻易之事，他们彼此往来也有半年之久了。啊，张先生，你这老夫给的亲事是哪家的小姐呀？那就不想多问了。哎，先生不用推举，老夫弟弟就是方才的那个啊，那个呀？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要找老先生，方才走出去的那个，你可曾看得清楚？看得清楚，称得明白，称得明白。他是臣？哎呀，他不是臣，难道他是鬼哦？他是个鬼呀！是鬼哦！哎呀，张先生，你不要再故作允许愚弄老夫了。哎呀，本身句句是实。嘿，像这儿女私情之事，我这个做长辈的不便你也，只能问定。张先生，老夫彻夜相告，这里确实是有鬼呀！今日天赐黄牙冲三乡，光脚别离脏，美梦那根生曾经月明月，更与那鬼影苍苍。哎呀，张先生，实来奇怪，这西域之鬼呀，不怕鸡翼，不怕猫叫。西园之鬼不怕鸡的，不怕猫叫。对，张先生，你倒说说看，这是什么缘故啊？这是什么缘故？什么缘故？好了，明人不用细说，还是言归正传。张先生，有道是恭敬，不是聪明。你做好准备，明日与我女儿摆档成婚啊！赵老先生，爷爷收了老夫告示。赵老先生到是了。赵老先生。这位曹老先生，莫非是为他死去的女儿救我弟弟姻亲？这结吧，养亲不成，姻亲也好。哎呀，小姐呀，小姐，
这一下，虽不能与你三同入帐，却可以四同分开了。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哎呀，怎么又来了啊？我并未出去过呀，张先生。小生与你无缘无故，你怎么老是来传老啊？你怕嘛？不要怕，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什么事？刚才那小姐是神，我也是神。哼，你是人是鬼，我清楚的很。你这冤枉也怪，还不与我说说因去？他真是鬼迷心窍了。张先生，你再仔细的看看。喏，看呀！哎呀，我想起来了，那是在戏院之内，小姐访问西陵的时候，她身旁的那个小娘子，足足盖盖，笃笃顺顺，不就是这个女鬼吗？怪不得她自称是小姐的丫鬟，大概应是的丫鬟了。好，你既是小姐的丫鬟，与我说传来。刚才我家老爷弟的亲事，你要答应才是哦。这门亲事我早已答应，我明早也一定会手捧领会，与你家小姐拜堂成亲。哎呀，张先生，这位小姐是神，不是鬼呀！你说什么？她是我家老爷的姑父女儿，少宁小姐的妹妹。少宁小姐的妹妹？哎，明日你与我家小姐的妹妹拜堂成亲。不，小生今生今世就不再去。先生，我是答应的好，就不答应，不答应，真的不答应，不答应。好，先生实不答应，那我是怎么样？不这样。你还是吃的好，还是吃的好？不追嘛，就是不追。你真的不追啊？不追了。你真的不追，那我就要你要怎么样？那我就要。他毛家，我是西洋的老鬼，叫啥这个呢？天哪！天吧地也罢，都能亲自么就此设定，万一讲完，奴家去。为我而死，我岂肯与他买卖拜堂成亲？但我死不宜迟，还是早点走了吧，还是走了吧。先生，小姐呀，小姐，你还是在我一起反为襄阳成亲吧。跳唱而唱。
相逢在身旁，想不到事与愿违成泡影，被机关这样动忙，小生杀贼去还贼，怕灵媒谁此虚手要原谅，事关人命难他谁，我只能为把你领回来呀背当小姐呀，你问贵前的空余我为谁荒山梦一场小姐，小姐说什么与他妹妹成连理，分明是小姐访问到此地。哎呀，小姐，小姐，你还生得来？小姐，我问你几决心离此去，恰为我同欢喜缘几并的，所以来本有离此归故里，陪你我死郎难通，相配鸳鸯成欢里。冤家手啊，伤人心，有意无手将我欺。你既不愿真婚配，何必当初独行你？做什么事，表什么心，争什么美，传什么意？你开日兄弟问什么事，逼不得已，争什么理？我情愿各自随空忙，不再受你，受在起。小姐，唉，今日之事，谁因被非负担？一力渡尽，将心比心，也难怪他为我生气哟。我虽是外貌灵为白天。
恨我艰辛将就去，他为我在人间有事成病，他为我夫前下受尽苦情，是什么生生世世情报应。小姐，我有你，早已得神官夫妻。今日无话叫人妻，哪个与你做神官夫妻？曹玉英小弟之令为好。从头上
不是，今晚与你同房的少小姐，今晚与你同房的少小姐，才真是有缘所见的少小姐。不顾她不是死去的少小姐，恰是活着的少小姐。当初她原不是少小姐，是今才是么少小姐。她本来不是少小姐，过往后才叫少小姐。有心只有一个少小姐，后来才变成两个少小姐。谁叫你把这两个少小姐当成一个少小姐？张先生啊，你心中爱的少小姐，就是这位滔滔地地嘛，地地道道，不怕鸡的，多怕马。